你哋有冇聽過啊？最近有幾個年輕人因為喺網上發表咗一啲言論，俾人拉咗啊！係啊，聽講佢哋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呢個罪行太嚴重啦啩？咁樣根本就係打壓言論自由，我哋應該有表達自己意見嘅權利啊！不過我哋都要小心，唔好觸犯法例。你哋唔知道香港國安法裏面嘅第22條同第23條咩？我都有聽過，不過我哋點樣先可以表達自己嘅意見呢？不如我哋搞一個辯論會或者講座，等更多人了解法例嘅真相啊！各位同學，今日我哋好榮幸邀請到李教授嚟為我哋講解法律同社會責任，等我哋以熱烈嘅掌聲歡迎佢啊！多謝大家熱情嘅歡迎啊！今日我嚟到呢度就係想同大家傾下關於法律同社會責任嘅問題。表達意見係每個人嘅權利，但係我哋必須喺法律嘅框架之內去做。我聽講香港國安法入邊有顛覆國家政權罪。李教授，如果我哋批評政府，會唔會俾人當顛覆國家政權㗎？批評政府係公民嘅權利，只要唔涉及武力、威脅或者非法手段，就唔會觸犯法例。香港國安法第22條明確規定，只有喺使用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嘅情況下，先會被認定為顛覆國家政權。咁如果我哋組織和平嘅抗議活動呢？咁樣會唔會有問題啊？和平嘅抗議活動係合法嘅，只要唔涉及暴力或者非法行為就冇問題噶啦。大家要記住，法律嘅目的係保護社會嘅秩序同安全。我哋可以透過合法嘅途徑表達自己嘅意見，例如舉辦講座、參加辯論會等等。咁我哋應該點做先可以確保自己嘅行為係合法嘅呢？首先，我哋要了解法律，知道咩係合法，咩係非法。又以顛覆國家政權罪為例啊，根據香港國安法第22條，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行為之一嘅，即屬犯罪。第一，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嘅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呢個包括任何試圖推翻或破壞國家根本制度嘅行為，例如試圖改變國家嘅根本政治結構。第二，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第三，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第四，攻擊、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履職場所及其設施，致使其無法正常履行職能。但大家唔使太擔心，如果你舉辦講座、參加辯論會，甚至批評政府，只要你嘅意圖唔係想分裂國家，唔係想顛覆國家，或者唔係想香港獨立出去，冇觸犯法例就冇問題啦。李教授，咁香港國安法第23條呢？佢嘅內容係點㗎？香港國安法第23條規定，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啱啱所講嘅第22條嘅罪行，即屬犯罪。咁點樣嘅行為會被認為係煽動或者協助他人犯罪呢？煽動係指鼓動他人去實施犯罪行為，例如喺網上發表煽動性言論，去干擾政府依法履行職能。協助同教唆就係指幫助或者指使他人去實施犯罪行為，例如提供資金或者其他支持。教授啊，咁有冇真實嘅案例可以說明呢啲條文呢？好，等我舉一個真實嘅案例啦。2021年有一個名為光城者嘅案件，幾個年輕人喺社交媒體上發表煽動性言論，列出顛覆政府嘅藍圖，並且組織非法集會，煽動公眾推翻香港特區政府。正因為佢哋發表咗一啲煽動性嘅言論，又意圖顛覆政府，根據香港國安法第23條，佢哋就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同時，佢哋嘅行為亦被認定為情節嚴重，最終被判處5年以上10年以下嘅有期徒刑。原來係咁，咁我哋要記住留意自己喺網上面嘅言行啊！冇錯，
最重要係大家要警覺，唔好去參與或者支持任何一啲可能鼓吹分裂國家等等嘅一啲組織，同埋呢，亦都唔好咁容易去相信網上面嘅資訊，自己試下去了解多啲，點樣去分辨言論嘅真偽。希望大家能夠知法守法，理性表達自己嘅意見，共同維護社會嘅和諧同穩定啊！